车票档起档27档，恐惊档袂牢，嘛爱起价咯。以台北甲高雄的自强号来讲，调起了后，坐一抓都超过1500块，比坐高铁较贵咯。不过台铁是讲也未定案。物件逐项起，日常生活开销变较大，若是火车票嘛要起，民众敢会当接受？本来就不便宜了，这样的话跟高铁票价也差不多，这样太贵了吧？最主要的事情，只要大家能够，你要涨个1成，我觉得还好。其实台铁话要起价，毋是风声尔，因为依照台铁机动报告提出的新票价公式，以台铁合理的这个利润3%到5%来算，加上营运成本，本来一个普悠玛为台北到台东票价是783块，起价了后会超过1500块；台北到高雄一自强号843块，起价了后会比高铁搁较贵。甲算算的台铁已经有27年无起价啊，虽然用公式来算，起价幅度敢若有较大，不过专家认为讲票价应该有合理的调整。国内的物价，甚至从一杯这个手摇杯的一个价格，你都可以发觉到它可能都涨了3倍以上了。那现在台铁票价涨了一个3%、5%，我觉得这个是杯水车薪的。确定大概多久里面一定会涨吗？还是最近不会涨？台铁局长杜眉无讲话就赶紧上车，对着票价调整问题，台铁回应是目前研究案还伫咧机动报告的阶段，各项研究内容要等到确定后才适合公开。会整期末报告甲年度票价检讨报告送到交通部。另外，台铁甲工会协商嘛无顺利。调薪50%的部分里面来讲话幅度不达到我们的标准的情况下，我们会重启中秋节的那个合法休假。要求资方要重视工会诉求，若无对像劳动节同款，无要加班，时到坐火车人又搁艰苦啊！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知道更多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另外，可以上 LINE 贴图小铺来购买华视主播的官方贴图。